我的答案是发热衫。哎呦，是，敢若亲像热水炉喎，咱穿落去了就会烧起来。哎呦，因为伊功能就甲你讲好啊嘛，伊会自动互你烧起来，所以是发热衫。是啊，像我这边吼，我想要讲的答案是烧热衫。烧热衫嘛是真好啊。因为寒人咱拢会老岁仔人拢请咱讲啊穿吼较烧热的吼，身体莫去寒着，所以这互你穿了会烧就是烧热嘛。因为就感觉讲，若听到阿妈会讲烧热烧热，因为发热感觉像华语的讲法。伊这是现代物件，现代词，我感觉伊会发热嘛。系啊，会自动因为你的体温来发热嘛，对，叫做发热衫。哦，是安尼想啦。电到咱讲个较现代哦。无唔对，无唔对。调查结果是，发热衫有将近70%的人选哦。哦。啊，但是烧热衫才30%加一出啊尔。是所以多数人拢会选这个发热衫，就是讲，因拢感觉讲，照华语的字直接甲念做台语。哦，甲反过。较好理解。啊，你讲烧热，可能真侪少年人伊拢唔知影啥叫做烧热啊，所以呢去选这个发热衣啊，发热衫。